镜中相即梦，一切俱实现，心境界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是则是所是，义则义，未然。无则以显现，无有定次第。这段的意思在解释我们的心不了解真相，有时候一时既现，有时候次第而显现。这比渔夫心中所现的不真实相就像什么呢？这段是指渔夫没智慧的众生心所现的不真实相，乃是所现的是什么相呢？譬如海波浪，也就是海水中所现的波浪；又譬如镜中所现的这个种种的相，镜一照，相就现前；以及梦所现的境界，都是不实在的。那么上面的比喻是海波浪、镜中相及梦，这是一切俱实现，也就是众生之心跟外境也常常同一个时间所具现，同时显现。那么众生心境界亦然，就是众生的心以心外的境界亦然，就是异常如是一时而现。亦然就是也像上面的比喻，同一个时间会显现。接下来，但有时候呢，境界不具故，但有时候这个境界的因缘呢，没办法一时具足故，这个时候外境变次第，业转生。这个业当然指的是业用那么业用有因缘果，当然就是逐渐令诸事产生，因而辗转生起嘛。是则是所是。什么叫做第六意识是怎么升起的呢？是则这第六意识怎么来的呢？是所是就是了别前五识所认识的、所缘的落下来的影子。接下来亦则亦未然。那么什么叫做第七意识的末那识呢？亦则什么就是第七意识的末那意识呢？亦未然。这个亦就是心意未然，然就是如此。因为看到了假象就误认为就是这样子，不了解因缘生，也不了解刹那生灭，也不了解体性本空的道理，所以亦未然，就是如此吗？所以凡夫有凡夫的修行，那么执着人有他的修行人有他的执着的角度，还不到佛的境界的时候，就什么众生九法界的众生都仍然有微细的执着。无则以显现。什么是前五识呢？前五识就是显示，现就是限量境界就是现在前面的叫做限量境界。无有定次第因为前五识是显示的限量境界呢，
怎么样？随境前后转生，所以因为有时候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就次第而生，是无有定次第，也就是没有一定的次第。接下来看注释，一切具实现，具实就是同时，此谓就像海浪啊、镜像啊以及梦境一样，众生的心呢跟外境也常如是一时具现。所以如果根器利的人，在心性一时具现的那一刹那悟到了究竟无相，真如就显现。心境界亦然，心境界为众生心里心外的境界。我们总认为外面的境界是离开心的，跟我们肉体是没关系的。其实万法都是世心所现，因此众生心以心外的境界也亦然，也常如是一时而现。说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上面两句呢是说一切因缘具足的时候，那么内心外境便一时具现。这两句是说，然而有时候境界因缘不能一时具足的时候，此时外境便次第引起业用，而逐渐令诸事辗转生起。251页，是则是所示。以下的四句为阐释前七事生起之次第。诸位，次第就是代谢的名词，就是因缘果的代名词。如果是圆顿，它是绝对，它是一真，它是没有来去生灭增减的啊。那么有次第，就表法就是生灭。那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佛的最后一刹那是没有次第的。什么叫做圆满？什么叫做圆顿？很容易了解，圆顿就是没有任何的缺陷。那么有次第，是引起的因缘果报的相，这个就是生灭，不究竟的意思，不究竟的意思啊。及其得名之原因，是则是指第六意识。是所示，上一个是动词了别之意，所示是第六是所了别者，指前五事。全记之意为所谓第六意识者，是因为他了别其所了别的前五事，所以称第六意识。因第六意识简称是，是就是了别。又第六意识最大的功能及特性，即在识别，故称为识。在这里为什么还强调功能以及特性？因为8个识都有它的执着分别，都有。但是就功能来讲，以第六意识最强，因此把它归类以后呢，就比较好解说。要不然每一次都有执着跟分别，那么就不晓得1、2、3、4、5、6、7、8是怎么分的，怎么解读了因此呢，解说方面以功能强的为代表，并不是说演示它就没有分别跟执着，也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它的分别跟执着的微乎其微，也就是他看的是限量境界第二念补上去就是分别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了钱，这第一个念头那是演示，第二个念头哇这个是现金呢，第三个念头就是强烈的执着，哇这是我别人都不可以分，是不是然后那个贪爱的念头种子习气就种到第8意识所以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就万不能，没办法了
接下来一则意味然，一则这是指第七摩那识啊。摩那识又称为意或者是意识，所以常为了与第六意识两者容易分别起见，而称第七摩那意识。在这里还要附带了啊，第七意识跟第六意识仍然是非一非异的关系，非一非异的关系。所以第七是称为意根，意识的根本。意为然的意为心，谓之以为，然是如此。这句话很重要，重要的点在呢，这个然就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执着自己的角度观念，看到了说了算，因此就会跟人家争论不休啊，因此就会跟人家争论不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诸位啊，有一个人呢，以前我们看到一则故事，说这个爸爸跟一个儿子呢骑了一只驴子，走，本来这个父子啊牵着这一头驴子啊走，走过有人的地方，这些人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一对父子啊，真是笨死了！有驴子不骑，这个驴子可以运载人啊，省得体力啊，这多笨啊！有驴子不骑，两个父子还走路还牵着这头驴子呢，笨死了。”然后呢，说的也对，爸爸就说：“儿子，你先骑。”那个什么，儿子就上去骑了，走到第二群人呢，这第二群人就说了：“这个孩子真不孝顺，放着他老爸在地上走，他骑上驴子舒服。”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个儿子就下来换老爸上去骑了，是不是？走再继续走到第三个人群呢，第三个人群就说：“这个老爸一点慈悲心都没有，这个孩子这么小让他走路，这个驴子啊那么瘦的老爸那么胖，也不怕把驴子骑死了，累死人了。”就这样讲也有道理。好，后来两个人都下来了，说没有骑也不对，儿子骑也不对，爸爸骑还是不对。好，那就让我们来想一个办法，让人家没意见的。就两个人就把驴子绑起来，两个用扛的，用更那个对了。这样也不对，那样不对。好扛了以后走到一个村庄，全村都笑哈哈的说：“这全世界最笨的就是这对父子。”所以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当然这是个寓言，只是说来告诉你说你注意听哦，底下是这些要讲的，听多数的人是很可怕的，听多数人的意见是很可怕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地理法师佛学讲座。地球法师精进八关斋戒第3枚最惨，日期国历12月7号，地点新店区文化剧场。精进八关斋戒暨弥陀宝忏，日期国历12月70，地点台北市立龙山国中。以上学会时间早时8点半起，学会师傅点兵以及随时消灾消毒排位，呼告保温工等服务电话：06-233-5539。珍惜紧握不完的双手，你的灵魂，
才懂，一切走到最绝望，一阵阵心大被来往，谁愿陪您共度生死苦海，直到烦恼断尽心底光明。圣人求心不求佛，凡人求佛不求心。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观音菩萨妙难酬，累劫修正为众生，闻声救苦渡彼岸，苦海常作渡人舟。本恩是将塑造一尊用天然花岗石打造的观音大佛，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卢松在此广邀各位居士大德们，大家万人花心，共结万人缘。因为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塑造佛菩萨的形象，能够让自己具足一切圆满。什么叫做一切圆满？就是福报成就、智慧成就、功德成就，你所求的一切都能够如你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期待大家共同一起来发心这个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发心护持佛恩寺观音大佛圣像，划拨账号4227-673，户名佛恩寺普家新，电话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电视机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14页，请大家看右手边这个栏位呢，请大家看第4行。我们在上一节呢，跟各位谈到是哪里呢？谈到这个光明传天子又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问什么？他说：文殊所谓尘劳为何谓乎到底尘劳是什么呢？尘劳是什么意思呢？好，各位。那文殊菩萨怎么回答？他说：其事退转，乐于佛会，是谓尘劳。好，我们上一节是跟各位谈到这里哦。不过一开始，我们先跟各位谈一谈所谓的一个烦恼的定义
基本上，按各位你一定要了解一点啦吼。按讲一般讲烦恼的时阵啊，拢是基于贪嗔痴。但是贪嗔痴啊，伫佛法里面，佛陀跟我们讲哦，贪嗔痴叫做三根本烦恼，也叫做三毒。也就是说，它是根本的一个统称，根本的一个统称哦。他说贪，不管你贪的对象是什么，不管是美色也好，金钱也好，物质也好，只要是想要得到的，那你不想要得到的，你想把它丢掉的，基本上全部都叫贪。那如果说呢，像说让你升起嗔恨心的，不管你有道理，你没有道理，你对还是不对，我跟各位讲，升起嗔恨心的，这个全部也叫烦恼。那什么叫痴呢？这个愚痴不是说你包括这个人讲我不知道叫做愚痴，不是。佛法谈到的痴是对于佛法的根本义理不能了解，不能接受，它全部都叫愚痴。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去了解说，那这里的尘恼到底是什么？底下就讲啦，其事退转，乐于活会。你看这里的退转就是退失的意思哦。乐于活会，乐就是欢喜呀。各位，请问什么叫欢喜？欢喜就是高兴啊，高兴就是喜欢啊，对不对？那各位，我问你，哎呀，你为什么很高兴？有人跟我因为呢，我昨天呢遇到了一件喜事，或者呢遇到了一个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对不对？那或许是说，哎呀，我的公司呢做生意呢，上个月赚了一笔钱啊，好高兴哦。好，各位，你注意，这些的内容都是得到，不管得到什么，都是得到。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就会了解，他说乐于活会，想要追求得到。你看活会它是一个代表性名词哦，你不能说哎呀佛陀的智慧，不是，它基本上代表的是一种追求。因为我们说众生都是说我们要成佛嘛，对不对？你成佛当然你就有成佛的智慧啊，你成佛这当然就有佛的福报啊，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活会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个统称，一个名词罢了。其实它代表的就是追求活果，活的果报啦。他的意思讲说，好了，乐于活会，是为尘恼，这个就是烦恼。那各位安内心吗？哎呀，我们不是说人要有理想，要有目标吗？我们学佛不是说哎呀要有什么？各位，大丈夫当如是也。大丈夫是指谁？大丈夫是指出家叫做大丈夫，成佛叫做大丈夫，对不对？大丈夫当如是也，哇，成佛这件事情我也应该要这样子。各位，这个样子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也要成佛了。好了，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如果说哎呀这里这个全部都叫做尘恼，都叫做烦恼，各位你可能不知道，那师父我到底该怎么做？你得问这个问题啊。好，各位，你不要忘了前面这里讲了什么？其事退转。所以他前面有强调了两个退转。这个退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前面文殊菩萨被这个光明床天子讲的是什么？无意无念为第一行，对不对？他的意思讲说啊，你的意念当中没有升起任何的执着，这个就是各位，这个就是离妄想执着，这个就是慧能大师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的一念心善。各位，一念心悟就是菩提，一念心迷就是烦恼。你在无意无念的为第一行的那一种，各位那一个境界当中，离开一切妄想执着，那个就是悟，那个就是菩提，那个当下，各位你就是与佛相应了，对不对？你就与佛相应啊，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悟入法性，也可以叫做证入法性哦，各位。但是这两个有点差别哦，你悟了跟你证了，各位这是两回事哈，你了解吧？为什么？悟是指了解，
你已经真正了解了，但是真正了解你要去修啊，修到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叫做证悟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悟是理上的，修各位这个正路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理事要圆融。所以一个是事项上的，一个是理上的，所以悟是了解，是理上的了解，然后呢这个正悟是配合了修，然后理事合一叫做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必须去了解，好啦，你前面说无一无内，你已经了解了这个层次了，你已经达到这个层次哦，但是呢其势退转，突然当下你的意念又升起了执着，那升起的执着就是六祖坛经讲啦，一念心迷，各位即是烦恼，对不对？你的事退转呢，就是变成产生执取。哎呀，执取什么？我跟各位讲，不管你执取什么，只要是执取，就是烦恼。所以他执取说：“哎呀，我要追求出殊胜的活果啊！”好了，那各位这个就是烦恼了。啊，各位你也讲一个问题，师父啊，这种的境界吼，伤过深啊啦！阮烦恼众生，各一个无一条，阮做善事嘛有一条啊，阮布施嘛有一条啊，啊，阮心理经中我嘛有一条啊，阮一条有福报通得啊，有智慧会使开发啊，对不对？各位，你讲的没有错，的确是如此啊。你可以看啊，现在所有的一切凡夫众生所做的一切，哪一个不是因为有目标而出发的？这对都无嘛，包含我们念佛啊，对不对？我们修净土法门，为什么要念佛？因为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啊，你说这个算不算执着？我跟各位讲，这个也算执着。但是各位你来问这个问题啊，师父这哪一对是烦恼呢？啊，烦恼的做恶业呢？我跟各位讲啊，你要先厘清一件事情。我们说烦恼跟我们各位有一种业有业的分清楚哈，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说业有一种叫做善业，有一种叫恶业，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叫无记业。无记业是指什么？因为无记业就是不能归属，说它到底是善还是恶。那你说他有烦恼吗？好像有一点点。你说他是善吗？又好像有一点点。但是最后你到底他产生的业力要归类善还是归类恶？各位，基本上来讲的话，他说这个最后它产生的影响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基本上来讲无记就是没有办法说产生影响，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分的意思。好，各位，那这个请上人家的，就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想要成佛，好，我开始努力用功修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想要成佛，这是不是执着？好，这是执着啊。但是我问你个问题，你这执着你敢去害众生？你没有害众生啊。这执着你敢去做歹代志？你嘛没做歹代志啊，你反而是做好事情啊。我问各位，这个善不善？这个是不是就像无记业一样？没有错啊，从你的心念来讲的话，你是烦恼。那如果从业力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不好的，这个叫恶业。但是事实上你所做的呢，是自我提升，你所做的是修福报去利益众生，你所做的是布施供养护持三宝，所以它是善业。所以就变成说，从心念来讲的话是从你的所做来讲的话是善。所以它就变成了无记业的种类，你不能说它是恶，你也不能说它是善。所以虽然它表面上是恶，但是它又不会产生果报。各位你了解吧？就是为什么会立一个善恶，还有一个无记，原因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凡夫众生，我讲过你想这上简单的道理啦哈，你得想，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做到没有妄想执着的话，我跟各位讲了，我能成佛了。如果我们凡夫众生可以做到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那我们都成佛了，我们也不用修了。所以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是凡夫众生，我们本身就有妄想、有执着，所以我们是什么？各位，
我们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修行是在什么？带假修真。带假修真呢，我们是在虚妄当中去追求一个真实。也就是我明明知道说，我这样的起心动念对勾，哎呀，我要成佛，我要发菩提心，我要行菩萨道。虽然我都知道，我这样的一种发心也是一种执取，我所做的也是，比如说我贪图布施的功德啊，对不对？我布施啊，我就从福德感恩供啊。如果说，哎呀，你呢做一个世间法的布施，然后你布施呢房屋，你将来能够得到呢住豪宅的果报。对不对？那你布施种种三宝门中，你成就的是将来呢？你各位有两个层面，成就的两个是一个是世间的果报，一个是出世间的果报。世间的果报叫做福报，出世间的果报叫做功德。所以这个就变成说，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啊。那我们各位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护持三宝？你为什么要发心布施供养？你为什么要持戒？你为什么要深入经藏？当然就是有所求啊。但是虽然是有所求，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这个有所求也是为一切众生啊，也是为我自己啊。为我自己就是我要了生脱死，我要成佛。为众生我就希望能够对众生有所帮助啊。所以我们虽然是有所执取，虽然也是有烦恼，也是一种执着，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各位你了解吧？出发点是好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是为一切众生。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虽然说知道是一种执着，但是就从我大来归讲呀。虽然择善固执是固执，但是我宁可择善固执，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各位在带假修真，在虚妄的境界当中，在一切法。各位虽然有妄想执着，都是烦恼，但是在烦恼当中去修一个真实，这个真实是什么？究竟解脱之道。这个就是在假中修真，虚妄当中去修一个成佛的果报。所以你不能去执着说，哎呀，师父啊，那是光起心动念的都不对呀，你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啦。为什么？如果我们这样起心动念，哇，这样子就不能成佛的话，我各位讲这么一个问题哈，请问一下，我们的十方诸佛怎么来的？我们这些的十方法界的一切诸佛，他们也是从凡夫众生修行而成就的啊，他们也是有这个问题呀。他们在凡夫众生的时候也是有烦恼啊，也是有起心动念啊，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成佛？所以各位了解讲，刚开始当然执着比较多，但是随着我们修行的提升，我们自然很多的执着就会慢慢放掉。各位，我讲几个细小的例子怎样了哈？你今天拿一杯水，那这一杯水哈，你搞了一管哈，那个黑墨汁哦，把它倒下去，哇，规杯水变乌色色，你知无？乌加真正吼，你真正乌讲偌乌就偌乌。但是呢，我跟你讲，你今嘛哈，你把这杯的水啦哈，你加水，加500cc 的水下去。哇，要死哦！加1000cc 下去还是黑，对不对？一直加有够多了后，那个乌看不晒出来啊，对不对？好，各位，这什么意思？凡夫众生打开去绝对有够重的呀。但是虽然执着很多，但是我执着我要修善业呀，我只得我这个功德啊，但是我越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功德越来越多，我的福报越来越大。我修行刚开始不懂，慢慢我懂一点点，越懂越多。就好像你那个黑墨汁，你慢慢的加水，这个水是干净的，它慢慢的冲淡你原有的不好的东西。因为什么？一个比例啊，恶的还是维持这样子，但是善的越来越多啊。就是黑墨汁本来是那么多，但是善这个清净的水越来越多啊，所以慢慢的冲，各位越加越多之后，它的黑色就越来越淡，到最后几乎没有了。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这样一个培养福报的过程，培养智慧的过程，自然而然我们做的越多，了解越多，我们的执着就越来越少。那越来越少，我们的境界就会越来越高，我们修的善法就会越来，各位越圆满。
等他请过来讲，没对啊，哦，这个黑墨汁的水，但是你刚开始加的这个水哈虽然是说是水了，但是还带有杂质，对不对？那有杂质加下去的话，它还不会各位，它不会变成清水的速度就会变慢哦。但是到味道后面，我加的水是越来越干净，哇，100%的纯水啊，各位，它是不是会把这些的脏的东西一直稀释，对不对？那稀释到有一天，就像说我们成佛的时候，把一切烦恼断尽，就好像说，哎呀，你现在用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把这里面脏的东西全部滤掉。虽然本来已经很干净了，干净到你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尘埃，任何的颜色，也看不到任何的杂质，但是各位还是有微生物的存在啊。经过最好的过滤器一过滤之后，全部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成佛最后把一切的烦恼习气都断除。用安的比喻够你的了解。此见十方法界，四圣六凡，万缘普度水陆大法会，日期12月3日至12月9日，于屏东佛恩寺，报名电话08-779-5568，779-5148，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佛恩寺第3期的工程弥陀殿正在建设当中。对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来说，如何成就上品上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其实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成就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成就一切往生西方最重要的资粮。所以如中在此呼吁所有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们，大家一起来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为早成佛道广集更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所以他在讲说，你看，连那个执着你想要成就佛道，这个也是尘劳。所以文殊菩萨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等级，站在一个大菩萨的境界当中去谈一个菩萨的修行境界，那不是凡夫的境界哇，各位讲哦，那是一个菩萨修正的境界在论断的，不是按凡夫哦，按凡夫是要了解讲啊，连这条这个佛道可成也是烦恼哦，你要认知到这一点。这个就是凡是执着就是烦恼，但是你要了解说，虽然执着就是烦恼，但是执着善跟执着恶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完全都不同。各位你有了解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对佛法说，我就给他讲各位这问题了哈。佛法的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不是跟你每天哈摕一本经啊，伫遐读10年20年，你就有智慧啦。各位不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有些人讲说，但是某人读经读到有智慧啊。但是我各位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要读到有智慧，是你过去生要有那个善根资粮啊。你如果过去没有这种善根资粮，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各位读经，我们现在很多人诵经啊，是什么？应付的，你知无？啊，我就家己定一个功课啊，定功课无做袂使啊，无做就骗佛祖啊，所以我逐工一定爱念啊。啊，念的时阵，哦，我有这个代志，赶我要去做，啊，赶紧念，现在一直念，啊，我逐日拢念啊哈。啊，念的咧，啊，你谈到底念啥？唔知影。按这就是应付的呀。那如果说你没有应付的话，那你在读诵的时候，应该是各位眼睛看的这些的经文，然后嘴巴念的经文。然后你的脑海当中也不断的在思维这些经文的内容，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诵经。那你如果用这种的角度去读经，那我跟各位讲，你一定会增长智慧。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方式，当然绝对不行哦，对不对？啊，我在问你各位一个问题，请问各位，
你到底有多少时间真的是那边读诵经典、思维经典、思维法义的？没有，很少，对不对？那很少的话，你想要增长智慧怎么办？那各位你就多听经闻法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听经闻法，你才能用最短的时间把法师的心得，把法师所学的那些精华，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变成你的。所以我讲了，各位你大家一定要听经闻法哦。时间到了，电视机要打开，你若没看，你就不知道诸佛要集经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们，就是说不断的听闻。有些人讲说哦，师父啊，有当时啊吼，一点钟听落来，我俩听，这几种听唔捌的，但听捌几句呢。我跟各位讲啊，如果说我这样1个小时讲下来，你这些内容你都全部了解的话，安尼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这个秘密哈，那你只要听1个月哈，今天换你来做这个位置啦。你哪认为讲你安尼，我讲1点钟你当听有啊？安尼你1个月你也在坐这个位啊？为什么？表示你智慧高超啊？难道不是吗？所以你没有想过说，哎呀，人家法师这样子哇，一直讲，这些的内容，这些的心得，是他经过多少年、多少的心血、深入经藏累积而来的。然后他直接把这些累积而来的东西，直接把它变成答案，告诉你们。你不要认为讲哇，我听到这个答案，我就知道讲的原因是什么回。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就知道说原因是什么的话，那我各位讲，那今天呢就太容易了。你要讲经说法也太容易了，你都听1个月，你就是来坐这个位啊。所以我跟各位讲啊，听不懂，听得一知半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哎呦，听几波都听几句话，你知道道理呢？我跟各位讲，很正常。但是就是要不断的听闻啊，不断的累积啊，不断的思维啊，你才能慢慢的越听越懂啊。那你这个越听越懂，就是你在进步啊。但是你若讲要3七5减猪啊，有当时要听，有当时要唔听，等下听1句，等下听2句，等时要听听咧做，白转，等时要讲有当时今日无用，今日较无用，我要去过什么？哇，理由一大堆，那就没有听的话，那各位我来讲1句话啦，你莫讲听偌久了，越听10年20年哈，只怕你的收获还是很有限的。师父讲的是实话，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说。修学佛法这一件事情啊，不是我们像我们所想象的说一定要什么方式，或者是说一定是要怎么样的一种条件，都不是。重点就在看你的心，你有心没心，这才是重点而已。所以底下你看，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讲说，你看，乐于佛会，是为成劳；受于思想而记有声，有所疑疑而心思维。他这一层的解释啊，为什么呢？受于思想而记有声，因为呢，他又执着在什么思想的问题了。这个思想是什么？受啊，就是接受。因为他认为说，我在学佛，我要成佛，他不是有升起心念吗？那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就想到说啊，谁在学佛，谁在发心，谁在成佛，都没醒过啊，而记有声，他就执着了。那既然是我在学佛，我要成佛，当然就是我存在啊。那我存在就是执着的一个我啊。各位，烦恼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啊。因为你已经执着了我，所以就开始产生烦恼。而记有声，有所疑疑。这里有所疑就是原来我今天要成佛，就是要靠我这个色身啊。我这个色身如果不在的话，我怎么修行呢？对不对？所以底下就升起了而心思维啊，就开始产生种种思维啦。然后思维之后呢，你看骄慢自大，有所依慕，希望世言，较计称量，图度远近。他这里的骄慢自大，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讲说他很自大，你要看有先哭教的贤惠，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的骄慢自大的意思就是说，好啦，他既然执着了有这个色身，有这个色身才能够成佛嘛。好了，他执着这个色身，他开始修学佛法。我跟各位讲，每一个人的智慧不是平等的啦，每
每一个人福报嘛是平等，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佛这条路呢，有时候呢，哇，他走的可能比别人更快，走的比别人更顺，可能得到的比别人更多，对着他资料了，他就认为说我很了不起耶。对，像有这种人我很了不起的，你看我很有福报呢，我现在很出名呢，我怎么话剧也叮当呢？骄慢自大，他就忘了我是谁了。那佛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佛陀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修行就是在对治我们的烦恼那你今天不管你修得多好，今天也不管你多么出名，今天也不管你的山头有多大，你只要有了这么一个执着心的时候，因为这样子而肯定了我。佛陀告诉我们这个你讲了，为什么？因为你借由外来肯定自己。我还有讲一个问题你要注意想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对于自己，你是借由别人来肯定你，还是你自己肯定你自己？就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人做自己的行为，自己在修行这条路，有人有这菩萨讲师你得讲修行我愈听愈惊啦。为什么？哇，修行这两个字好严肃这是菩萨讲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本来就不能逃避我问你各位问题，如果你学佛，你还逃避这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来讲的话，阿师来讲一句话，你不是真的学佛，因为你在逃避这个问题，逃避你自己。所以我问你你究竟学佛这条路，你要自己肯定你自己，还是要借别人来肯定你？有些人是活在别人的掌声当中你捧那个吹的他就认为说他真的是好了不起你捧那个吹的，他忘了我是谁，他是想说我好像成佛了一样。但是呢，那是别人肯定你你是活在别人的掌声当中你是活在物质界的虚妄的肯定当中不管你的庙盖的有多大，你的道场有多大，你的山头有多大，你的信众有多少，我跟各位讲，那个不是你。为什么？因为各位给你的你在哪里？在这里那对你这个以外的，这些都是别人这些都是虚妄的，这些都是物质界就算他们全部都肯定你，我问你这个问题，他们就全部肯定你，难道你就一定是如此吗？就请难怪我跟各位讲有人做过这么一个研究了这个研究真的是有时候很现实，但是呢，也真的是实际上的情况也就是如此。这是一个社会研究呢，他研究的是什么？他研究说，为什么有些人怀才不遇，有些人呢很有学问，很有能力，但是呢一生很平凡，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一展他的抱负。但是有些人呢，哇，你看到他功成名就，哇，做什么大官做什么什么大企业啦，但是事实上你去看他真的有能力吗？好像能力也没有真的有这种现象但是人家就去了解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刚好就生在那一个位置，你刚好就站到那个位置，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成就了。就好像我们讲说有些人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有福报？他就是有福报，他人家一生就生到好的家庭里面对不对？生到好的家庭里面，他自己只要不要太差劲，因为好的环境给他培养，他自然而然在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说呢上层阶层里面，他自然就有一个立足之地，对不对？那有些人呢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虽然他很有聪明才智，对不对？很有抱负，但是呢一辈子呢都没有一个舞台给他。纵然他聪明绝顶，纵然他呢有满腹的抱负，纵然他的能力很强，一辈子还是这样子平平凡凡的过嘛没人捌伊嘛没人知道说他真的这么厉害各位，那你如果说要从能力，要从聪明才智，你会发现怎么会这么不公平？各位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一般的社会人呢，肯定是怎么都肯定这一个表面上看得到的你看人家好了不起你看能够
站在那个位置上，各位，但是能够站在那个位置，我问你一个问题，他难道真的比别人更有能力吗？更有才华吗？更有智慧吗？各位，这个不等于哦，不等于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啊。纵然你身处在这么一个上流社会当中，纵然呢你有很多的好的因缘，但是我跟各位讲，纵然别人给你很多掌声，但是那是别人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的。所以我们说学佛是来自什么？自我的肯定。这个自我的肯定不是自我哦，不是我们讲的说，哎呀，这是你自己执着自己，不是。这个自我的肯定是说，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嘛，到底对于修行成佛这一条路，你的认知是什么？你真正有发这个心吗？你真正有这样子做吗？你真正你对佛法了解到哪里吗？我跟各位讲，其实不是在要别人肯定你，而是你自己要真正了解你自己到哪里了。别人有时候不知道啊，别人有时候会被假象啊，被包装啊，被外表给蒙蔽了啊，但是事实上自己心知肚明啊，是不是？所以这我们可以讲说，就是说他这里的骄慢自大，意思是说，因为很多人都是活在这个虚妄的世界当中，这个物质的假象当中，所以你活在这个物质的假象当中的时候，各位，你自然而然的，你会被你的随顺于大家的观念，随顺大家的观念，而久之，你会把这个观念认为是对的，你会认为是对的啊，你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哇，这是一件应该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了哈，有一个居士他就讲到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因为呢他有一个好朋友，那他一个好朋友呢是以前白手起家哈，也是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然后呢生活各方面来讲的话获利都不错，但是呢他这一个朋友来讲呢，他就只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生下来呢就是从小里面呢，虽然是说，哎呀，小的时候看到父母亲有一点呢在努力的那种过程啊，但是基本上啊，我跟各位讲啦，看归看过啦，体验归体验啦，所以呢，等到他年纪大，他呢成人的时候呢，基本他父亲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了。那各位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啦，你去这个学校毕业之后，服完兵役回来之后，自然而然就回到自己家里面的公司来啊，自然就做起了各位少年头家啊，对不对？年轻老板嘛，然后呢，再过没几年，自然而然的这个父亲就退休了啊，把整个公司丢给了他，他就自然而然就变成了老板，变成了董事长。结果呢，各位这个居士就讲啊，当了老板没几年就忘了我是谁了。各位，为什么他这么说？因为不认识他的、不知道的都跟我说，哇，这个人，哇，这少年跟那年轻有为啊，才30岁出头，竟然当了这么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哇，好了不起哦。但是真正知道的说，那有什么？那只不过是他有一个好的爸爸，对不对？帮他打下了天下，然后他自己呢又没有太离谱，所以呢，父亲把事业交给他，当然就当老板啦，是不是这样子？结果他说，为什么说呢？没有几年，各位问题就出在哪里？因为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就恭维他，哇，你好了不起哦，哇，你创业有成哦，哦，你真正有够厉害哦，你管这么大的一间公司哦，哇，你好有能力哦。他就开始忘了我是谁，他就每天告诉他自己，我是董事长，我是大老板，我很有钱，我很有才华。那各位，那别人要跟他做生意的，迎合他的兴趣嘛，就拍他马屁嘛，恭维他嘛。那各位，人家为了是要跟你做生意啊，要赚你的钱啊，当然人家要夸奖你啊，对不对？然后久而久之就忘了我是谁啊。那各位，人你要记得，人有了名之后，就开始要追求很多东西，对不对？然后有了钱之后，也要追求很多东西，然后呢，就
到处乱花啦，交了一些坏朋友啦，花天酒地啦。各位，没几年啦，到了不到40几岁啊，整家公司没了啦。为什么？这边亏一点，这边亏一点，再来一个经济不景气就完蛋了啦。所以这个居士就讲啊，他那个朋友啊，讲他七老八老啊，才看到他儿子生意失败啊，把他所打下的江山全部都没了，也很无奈啊。不然怎么办？因为你已经交给他了啊，你有这个儿子而已啊，你不交给他，你要交给谁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屏东佛恩寺启建十方法界4圣6凡万元普渡水陆大法会，日期12月3日至12月9日，于屏东佛恩寺，报名电话08-779-5568-779-5148，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愿王48愿度有时，一句佛号增净土，成就普处菩萨佛。佛恩寺弥陀殿将供奉108尊阿弥陀佛的圣像，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造佛形象，如照相功德经所说，功德大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有的福报功德都能够成就。所以各位念佛的菩萨们，为了自己生生世世的福报资粮，赶快来发心建造阿弥陀佛的形象吧，把握这次的因缘，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圆成佛道。阿弥陀佛。光明、庄严、神圣。佛恩寺有消灾吉祥光明灯，可选择供养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等3种。欢迎诸位善信大德发心为自己及眷属以及法界众生燃灯供佛，消业障，保平安，增福慧，成佛道。详情请洽佛恩寺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讲说，人有时候是什么？是被外表给蒙蔽了。他认为说我是董事长，我是老板，我是怎么样，然后别人不知道的恭维他，他也真认为说我真的这是如此。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这里的骄慢自大，就是因为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有时候众生发心修行的过程里面，有些人起步的会比较快，有些人会得到的开始修学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捌这样，哦，你看你们都不如我，哦，你看我比你们更了不起，就开始了骄慢自大。然后呢，有所依慕，希望是眼。然后呢，越是这样子的时候，就开始想说，你看，哇，你看我很了不起了。这里就是从这里来的啊。然后呢，希望是眼，这里的希望是眼，希望就是想得到。为什么？那你学佛了之后，当然啦，你慢慢的，你觉得你越来了解的越多，越来越了不起了。但当然他很希望说，哎呀，我赶快要成佛啊，怎么样怎么样，开始欲望追求。虽然这个希望来讲，我跟各位讲，希望也是一种贪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了种种的这些的誓愿，各位，我还是讲哦，纵然是誓愿你要记哦哈，誓愿他只讲誓愿而已哦，并没有讲说一定是什么愿哦。各位你了解吧？好的愿也叫愿啊，不好的愿也叫愿啊。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的希望誓愿较计称量，意思就是说，不管他花的是什么愿，都是来自于什么？较计称量。称量啊，就是要称的。要称的意思就是分别，种种的分别心而做的啊。那分别心而做的，安能跟他讲？
哎呀，有分别心就是有一点嘛，有一点的贪嗔痴嘛，对不对？就是贪嗔痴啊。所以他在讲说，你看图度远近啊，图就是什么计算，哦，这个较近，这个较远，对不对？然后图度远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像过去常常我们听到年轻人讲啊，哎呀，这个找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要什么？要薪水要高，第二个工作要轻松，第三个要离家近。然后图度远近啊，希望愈近愈好啊，希望愈容易成就越好啊，希望能够赶快得到越好啊，就是图度远近的意思。所以呢，各位，这里的图度远近可以形容什么？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很多居士学佛啊，学佛之后都会说，师父啊，过一个法门上界修行啊，过本经上界修行啊，过修持什么经哦，感应上界多啊。甚至还有一个菩萨问我上一再问我讲，师父啊，你会使甲我讲吗？我要得到神通啊，要哪修较紧啊？他讲得够直接了吧？我就是要得到神通，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修比较快啊？这里就是图度远近。这里的图度远近，当然就是指说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希望想要符合你的希望追求，符合我们个人的贪欲。我想赶快成就，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赶快成就的？好，但是呢，我跟各位讲啊，这些都是执着。所以底下文殊菩萨讲啊，你看思维观察念应不应。这里的思维观察，当然就是针对这些内容啊，在那边观察，在那边思维。然后这里的念呢，就是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之后，当然有应跟不应，就是相应跟不相应啊。那这里的相应跟不相应，当然就是说，有些的起心动念的追求，表面上看起来哦，让你好像得到了；有些看起来好像让你没有得到了，对不对？会有得失的问题嘛。所以底下讲说，除去共高而即断灭啊，心念有常而与无所受。他这意思讲说啊，哈，除去共高而即断灭，不是我跟各位讲哦。这里的除去共高不是说真的把共高我慢除去，而不是哦。它重点在底下这4个字，而即断灭。除去共高，有人说，哎呀，把这些除掉，不好的除掉。各位，如果拿一般正常来讲，当然是对的啊，把不好的除掉啊。但是各位想过这个问题吧？那请问，不好的除掉，剩下来是什么？啊，有人说不好的除掉，但剩下来就是好的啦。好，各位，这是用世间法的角度在思维哦。因为你要了解啊，因为所谓的好跟坏本来就没有对论。为什么说没有对论？因为我来讲，基本上好坏是因为相对待而呈现出来的，是相对待而呈现出来的哦。但是你说好，今天我把坏的拿掉之后，剩下好的，但是好的还可以再分啊。哦，这个是好，这个是更好，对不对？那你也不得分，那这个好的也拿掉，这个更好，更好的里面可以再挑出个最好啊。那我们这个更好又拿掉，是不是？所以你认为说，哎呀，除去共高而即断灭，它的意思就是说，好啦，那个烦恼都是错误的啦，那烦恼全部都断掉，都要把它砍掉了。我跟各位讲哦，这个就是断灭见，这个就是断灭见啊。为什么？一边是烦恼，一边是菩提呀。那一边是烦恼，一边是菩提，你把说烦恼拿掉啊，那各位烦恼拿掉是什么意思？没有了。但是各位要想这个问题啊，烦恼从哪里来？烦恼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啊。那请问你，菩提从哪里来？菩提也是从我们心里面来的啊。好了，那你把你的心念拿掉，各位，那你的心念拿掉的时候，烦恼也没有了，菩提也没有了，那不是断灭吗？所以这就是一种观念的问题，这是一种观念的问题哦。各位，你也可以了解哈。在一般我们有些的言语了哈，你要记耶，我要讲，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观念哦。语言是方便来形容的，那为什么要形容？让我们容易了解。这个容易了解的，比如讲，按讲
烦恼啊，烦恼是不好的，按那改烦恼去掉。我跟各位讲，这是方便形容的说法。其实烦恼在哪里？烦恼就在你的心里面啊，烦恼就在你的心里面啊，对不对？那菩提呢？菩提在哪里？菩提也在你的心里面啊。啊，你讲烦恼就过，你的心动烦恼，卖生气烦恼就无烦恼啊嘛，对不对？所以不是烦恼，不是一个物件，真正一个物件叫做烦恼底下呢。各位你要认清楚哦。如果你说认为说真的有烦恼可断的话，安尼这个烦恼的那情况，你离开我以外有一个烦恼底下，所以我把这个烦恼给拿掉，所以就没有烦恼。但是不是啊？这个烦恼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其实讲起来，不是这个烦恼的问题，你知无？是你的心的问题啊。你只要把你的心把它保持清净，哪里有烦恼？我问你这个问题，你的心只要清净，哪里有烦恼？是你的心无清净，所以才有烦恼。所以你要哪去掉？啊，你若讲哎呀，把烦恼给揪一，各位斩草除根，免得它春风吹又生。啊，我问你，你斩草除根，啊，你的心念呢怎么办？因为它的根就是心念啊，你了解吗？那个烦恼就像草啊，那你的心念就像那个根啊，因为你起了一个恶念，所以就变成烦恼啊。所以你说斩草除根，那你的心念就没了啊。那如果连心念都没了的时候，请问你的菩提在哪里？那不是断灭见吗？所以大乘佛法后来比较圆满的说法，他不讲生灭，他也不讲断烦恼，他讲什么？他讲烦恼即菩提，对不对？他讲不生不灭，从来没有升起，怎么会有灭？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圆满的诠释啊。所以他讲说，你看，除去共高而即断灭。你如果说要把共高你的烦恼除去，事实上那就是一种断灭见了。为什么？烦恼跟菩提都在你的一念当中啊。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啊，是你的心的当下清净跟不清净来讲的而已哦。所以你要去了解它。你底下讲到说，你看心念有常，如果你的心升起了常见，各位常见当然就是执着了哈。他说与无所受。无所受啊！如果说我们的心念来讲是一种，各位保持非常平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的话，哇，各位讲这个问题了哈。如果是非常平静、非常平稳的状态，那今天不管外面刮风下雨，跟你的心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对不对？因为你不会为它所动啊。所以这个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这是在比喻一种心啊，心的稳定度。好了，那今天来讲说，你看心念有常与无所受，我们的心如果保持平稳，保持心源一静，没有任何妄念的时候，就是无所受。但是呢，受止数处，今天你接受了。然后数处就是住的地方，你接受了，而且你产生执着，就好像你接受之后啊，有一个人客来你厝啊，我这代理啊，你今天不方便回去，这个是没关系，住在我家里面，好啦，这个是你接受，而且让他住下来，就好像说，哎呀，本来外境你管他天翻地覆，你心如如不动，那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你现在你的心被外面的天翻地覆给影响了，各位，你被它影响，就是你接受了它的产生的这些影响，而且你把它记住执着了，所以它就安住在你的心中了。这个就是这里啊，受止数处，好啦，你接受，让它安住下来，安住在你的心中哦，而归所见。而你为什么会把它接受而安住在你的心中？因为你认同了，因为你认同啊，而归所见的归就是归向啊，对不对？然后所见就是当然就是外境所显现的境界啊，显现这里的有常啊。你看心念有常，与无所受，受止数处，你没有本来是你不要去产生妄想执着的，结果你执着了，执着之后，各位还让这个执着在你的心中扎根、发芽、成长，
各位变成什么？而归所见，变成了你产生了认同这样的一种执着的观念，这个就是而归所受。然后而归所见之后呢，取于所有，受无所有。取于所有就是执着，取嘛？什么叫取？一般来讲就是拿，取得就是得到的意思啊。所以取于所有就是取于一切法是为我所有的存能共的啊。哎呀，各位存在在这个世间，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受到啊，这个好像都是我所有的，对不对？包含我们的身体，就是啊，这外辛苦了，对我的恭维了，这个是我所有啊。所以这就是一种执着。那这个执着是依于我而产生的，所以他讲说，心念有常与无所受，受指数处而归所见，见与所有。以下要谈到受无所有，但是这里的受无所有，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各位继续把它谈完了我们就留待下一节，这个跟各位探讨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布施装塑佛像，能感得三生世世相貌庄严，常为诸天所敬，远离八难，常出生在富贵和清净修行的家庭，所生之处都能得遇诸佛。佛恩是弥陀殿西方三圣佛像，欢迎十方大德居士能有经出经，以我们学生拥有的经士来布施庄严佛像的金色身。庄严佛像就是在庄严我们自己。这殊胜的因缘，期盼您的发心，共同来成就。洽询电话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都知道，一切功德当中，以塑造佛像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经典当中说呢，塑造佛像不但呢能够忏除我们生生世世所造作的一切的罪业，更重要的是能够成就我们的福报。所以像经典所说呢，能够你要求智慧，就能我们得到智慧；你要求福报，能够就我们得到福报；你要求富贵，能够成就富贵；甚至你要求往生西方，那更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资粮。所以我们佛恩寺大雄宝殿呢，在两侧我们就是采用天然玉石所雕刻的88火。那88火呢，在我们网课当中呢，单日是诵弥陀经，双日就是礼拜88火，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居士大德，如果您有这一份心愿的话，想要成就殊胜的功德，那我们佛恩寺的88火呢，非常欢迎你来指定发心。在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启建十方法界四圣六凡万元普渡舍利大法会，日期12月3日至12月9日，于屏东佛恩寺。报名电话08-779-5568，779-5148，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像老病子，无救的无声音字，国土为财生出坏空，梦如幻如电影，半生万年的
界，万法唯心所照。我相信你身处。地七法师精进八关斋戒第3枚最惨，日期国历12月7号，地点新店区文化剧场。精进八关斋戒暨弥陀宝忏，日期国历12月70，地点台北市立龍山國中。以上發會時間早時8點半起，後面15點鐘以及隨身消災消毒排位，有到保溫間等服務電話06233233號。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诸位同学，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什么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怎么发？在这部观经里面说的详细。那么善导大师也为我们进一步说明。这个自诚心是菩提心之体，身心是菩提心的相，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作用，体相用。净宗古时候的大德常讲三心圆发。三心就是此地讲的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圆是圆满，没有欠缺的发出来。具备了体相用。那么在起信论里面呢，跟我们讲菩提心是直心、身心、大悲心。那么这样经跟论合起来看呢，意思也能更加的了解。起心论上说直心、正念、真如。大师在此地讲至诚是真诚。真诚到了极处就叫自诚。那么真如真如在净宗来讲呢，弥陀名号就是真如的德号。
只要我们心与佛号功德能相应，那就是正念直心正念真如正念真如就是此地讲的至诚心下面呢要把至诚心的相状为我们说出来我们自己我们看这个文之后我们自己要仔细的参考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具足至诚心这个第一句是总纲领，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做这一句是总纲一切众生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要想在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那就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要身口意三业所修的解行。那么修学时间长短不论这个诸位要知道像有许多业障深重的众生到临命中才遇到善知识临终10念往生的那个时间短他就是这个在这10念当中身口意三业所修解行真实心中做，那他才能往生如果不是真实心中做，那10念1念也不能往生由此可知，这个修行时间的长短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这里讲的真实心中做，也就是说不能三心二意，心不能摇摆不坚定实实在在说善导大师这一段开示跟这个西方确指觉明妙行菩萨他老人家所说的非常相似这个法门最忌讳的就是夹杂这一夹杂呢，心就不一了就有2有3了善导大师给我们说的这么多话，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讲的简单那最简单的呢，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6根净面相继8个字这一大篇呢就是这8个字的注解这个真实心一定是净念，净念就是真实心所以不是真实心，这个念就不清净了这是重点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真实心我们念佛心要真实，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用真实心不能说对佛用真实心，对众生用虚妄心换句话说，你这个心就不真实真实心要一切真实对一切众生要一切真实，对佛对菩萨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如此这个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这非常重要
善导大师呢，唯恐我们误会了真实。每个人都认为会觉得自己很真实，我的心很直，不晓得这个标准在哪里，总以为自己的心很真诚、很真实，其实距离佛所讲的这个标准呢，远之又远。善导大师在此地详细的给我们说明了，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真诚呢，确实达不到标准。再看底下的文，不得外现贤善。这个外现就是外表上外表上表现的像个菩萨像个罗汉像一个大德贤善很像贤人，像善人。精进之相就是精进刻苦的样子这个做给别人看的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内怀虚假这个虚假就是不真实、不真诚。下面很具体的跟我们说出来，有贪嗔外现贤善精进之相他的目的呢，目的不外乎贪图名闻利养，贪图恭敬。如果他对名利稍稍有一点妨碍对他的名利有妨碍，那他这个嗔恚报复的心就生起来了这个就是假的，沽名钓誉还有嗔恚心，还有报复的心。邪伪邪伪这就是说的知见前面贪嗔，后面这个痴慢疑就通通都有了都具足了烦恼具足，邪知邪见，这个邪伪就是邪知邪见。奸诈百端这是邪行他的言语行为奸诈诈就是欺瞒欺诳众生百端就是他用种种的方法来欺骗大众。恶性难清这个恶性难清的意思就是说恶性难改虽然他也好像天天在修行天天参禅持咒但是这个佛法入不了他的心。为什么呢？烦恼邪见太重了也叫做《楞严经》所说的悲犯如来就是打着佛的名号欺骗一切大众所以凡夫很可怜为什么呢？信假不信真，很多不但信假不信真，而且呢，听骗不听劝跟他讲真话，他不接受，但是一骗他呢，他就去了这种现象常常见到很多这个《无量寿经》上讲，末法时期众生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愚痴蒙昧所以非常可怜
视同蛇蝎啊，这个蝎啊，蝎子很毒啊，蛇也很毒，那都是取毒的意思啊。这个视很毒啊，不但害自己，而且害众生啊。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啊。他在这个外表啊，外面现的啊，也是十善六度啊，这个感觉好像也有修行啊，但是只要里面有这些贪嗔痴三毒，那他这个善呢，这个善叫做杂毒之善，一名虚假之行啊，因为他的行目的在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啊，所以他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虚假的啊，欺诳众生啊，这个就叫不真实，不是真实心中做啊。那么这是大师在此地啊，非常具体的跟我们说明，这个不是真实。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啊，这个如此安心啊，我们要记住啊，就是前面讲的杂毒之善啊，虚假之行啊，我们自己要特别留意，我们自己存心有没有杂毒，我们的行持是不是虚假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用这个杂毒之善啊，用这个虚假之行，决定不能成就。啊，换句话说，就算你佛号一天念10万声，也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心虚妄偏邪。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心净则土净。那菩提心就是真实的清净心啊，所以这一句很重要。若作如此安心起行啊，这个如此安心就是这个杂毒之善，虚假之行。纵使苦力身心，纵然这个人勤苦力行啊，那么呢，身心日夜12时啊，这个日夜12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啊。古时候这个日夜是用12个时辰来分的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申酉戌亥啊，这12个时辰。即走即坐，如掷头燃者，众名杂毒之善啊，心里面啊这些邪知邪见没有去掉啊，烦恼没有断掉啊，这些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没有断掉就不行啊。你怎么样用功，怎么样勤苦的修行，这叫杂毒之善啊。这个日夜12时啊，即走即坐，如掷头燃啊，这是形容他勇猛精进啊。一般人看到这样啊，觉得他很用功啊，很认真啊。可是，一般人呢，只看外表啊，以外表来做决定，都没有去探究他的内在，也无法探究他的内在，因为智慧不够啊，所以只能看到外表啊。
外表表现的精进，但是呢，里面有杂染。这个就是觉明妙行菩萨讲的夹杂。而且他这个夹杂夹的是毒。这个贪嗔痴三毒。夹杂着三毒烦恼。那怎么会成功呢？请翻开经本第217页，后面算来第5行第2句，欲为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心不可也。这是说用这个杂毒之行，虚假之行，求生净土，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往生。所以我们求往生的人一定要晓得心要安静，要安定。就算别人遇到别人侮辱我们甚至陷害我们，绝对不起烦恼。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讲我们在这个世间住个几天就要走了，何必跟他计较呢？这样才能得生。如果小小的侮辱，小小的这些摩擦，就记恨在心，念念不忘，到后来一定造成这一生往生的障碍。不要念念不忘这些拉里拉杂的东西，这些真的根本就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毫无意义。就算你哪一天报仇了，事情就完了吗？不可能。对方就善罢甘休吗？不可能。除非他想要念佛往生，除非他学佛很深入，了解种种的道理，才有可能止息。否则一般的凡夫不可能善罢甘休，不可能善罢甘休，那只有报来报去，没完没了，那就很麻烦了，也很痛苦，更是凄惨。因为报来报去，只有越报越残忍，那就很恐怖了。
所以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念念不忘的只有念念求生。光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传承依循13祖判官大师因缘尽分、信愿念佛之法趣。各宗老师上进下方老和尚，其弟子上部下广度持之弘法道场。本会会训：一、讲经弘法，净化人心。持名念佛，当生成就。三、兴办文化慈善佛事，以立道德，夺善风俗。古德云：不染圣教衰，不染众生苦之理念。收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陈年光阴之圣地。愿景续建如佛讲堂、长照中心、有机农场等，引导大家修心养性，内而佛，外而儒之修学方向，引爆上帝。未来还有个我有痛苦、半受诸恶之圆满归去之敬业养成圣地。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至诚敬邀十方坛月大德，踊跃欢修不持，无畏双修，共同完成千秋圣举，都不旁捐。洽询电话0422913567，户籍账号邮政话拨账号22703000。菩提树叶凋满地，手拿走走快散，我已经风有情，在心里，心不扫快扫地，心里有一无言，烦恼犹如在草山，在心里，心里有扫快扫地，心里有一无言，烦恼犹如在草山。杂草除尽烦恼断，心灵光明变了天。
扫心底，心里不扫空扫地，心里犹如一抹烟，烦恼犹如稻草深，扫心底，心里不扫空扫地，心里犹如一抹烟，烦恼犹如稻草深，心儿凝灼灼，你的眼底的多深，心儿凝灼灼。It's the It's the darkness. Fucking one reason why I could deal with you. Look to the right up the front. So before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将人生层洁净透明，促进新陈代谢。而手污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